全港18歲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嘅市民，都會獲得一筆為數6000蚊嘅款項。6000特區為你準備，派咗你物價漲到飛起上街，人群少了大半，中央就最歡喜。可笑民望仍然是貼地，個個有米就買 iPhone 新機，又去老懶 Causeway Bay， 有理冇理亦去賭波炒股博運氣，加分兩飛，人人亦有份，輸走少臉認人，拒絕強積金。老虎蟹亦派錢遮蔽人心，居屋彷彿不再生，無情力太響，煲呔胸骨腫了，驚得派錢消憤。我拒絕鳴謝你，收你6000幾蚊，我腳再震。我對派糖呢個用語亦都反感嘅。我係會堅持喺應使則使嘅原則之下，善用公帑嘅1分1毫。係咁即係輕易咧，即係唔會呢個部分啊，呢個抽出嚟，即係微調都唔可以做。係艱難嘅呢你説過已沒有修改空間，這天又怎麼推翻？那建制派扮晒爭取咗幾個夜晚，拎返個產。人人亦有份，撕走笑臉認人，拒絕強積金，老虎蟹亦派錢遮蔽人心，居屋彷彿不再生，無情力太響，煲呔胸骨腫了，驚得派錢消憤。我拒絕鳴謝你，收你6000幾蚊，我腳再震，財爺其實發晒晦氣先至決定派錢，籠屋中蝸居慘況佢未曾遇過，只會亂嚟摸，為何沒我份？即使得嗰幾歲，也說要攤分，有咗你又會點？不會謀生，天天張開手要金，財爺亦太響，出嗰些小計稅，紓解各種悲憤，哪怕泛民誓要贈那房屋解困，吃過就分。或者特區做到比市更糟，才可令佢思考勇